巴前領袖卡斯特羅自從喺06年做過一次大手術之後咧，就好少喺公開場合露面啦。咁直到最近又突然出翻嚟。咁今集咧，我哋請嚟崔偉恒咧，同我哋分析一下㗎。你好。嗱，卡斯特羅咧過去一個禮拜咧就已經3次出席公開場合啊。咁佢係咪想暗示佢將呢個職務交俾細佬勞爾？不過細佬仲未建立到威信，所以要出嚟幫下手咁樣。其實佢只係從總統嘅職位入邊咧，係退居二線啦。佢仍然係古巴共產黨嘅第一書記。咁所以佢想進一步發揮嘅影響力，又未必係盡然。另一方面，其實佢喺古巴嘅一啲官方嘅媒體啦，繼續都斷斷續續咁樣喺啲寫下專欄啊，或者上下電視講下，發表佢嘅演說，或者發表佢嘅意見。從世界盃啊，或者甚至呢一個前年嘅金融風暴，佢都有發表意見。咁所以我諗佢都可能健康唔容許佢繼續試試喺總統職位上邊一啲實務性質嘅嘢，但係仍然啦喺輿論啊、媒體啊，以至一啲世界大事，佢都好想發聲。嗱咁你頭先有講到喺電視訪問裏邊咧，亦都不斷有發聲啦。咁佢咧就曾經講過咧，就話美國咧就警告美國唔好對伊朗要發動襲擊，又話咧係美國去擊沉天安南嘅。咁點解卡斯特羅會咁樣講咧？我諗要睇翻就係卡斯特羅佢自己本身點樣起家。你睇翻即係50、60年代佢嘅起家係反美嘅，或者就住呢一個核子戰爭啦，作出呢個威脅，或者借核子戰爭呢樣嘢咧嘅話，大家可以記起就係譬如豬灣事件，以至古巴導彈危機。雖然卡斯特羅最後令到即係佢嗰個處理上啦，似乎就未能夠令到冷戰係真係成為熱戰啦，但係佢喺中間美蘇之間作為一個推手啊，利用呢一個蘇聯呢一個赫魯曉夫啊，去強迫呢一個甘迺迪啊，最後進行呢一個海上封鎖。咁佢爭取咗佢嘅話語權。古巴一個咁細嘅國家喺加勒比海，喺呢一個美國東南嘅一角，去利用呢一種咁樣嘅槓桿效應，發揮超乎佢呢個國家咁少嘅經濟規模、咁細嘅面積嘅國際影響力係唔容易嘅事。咁所以今次佢其實再進一步話隨時有核子戰爭啊，大家要準備啊等等。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佢係喺度玩緊 show hand，喺度叫做好話唔好聽，俗啲講句，佢係即係大緊美國咯。係咁講到最尾最衰都係咪美國喺度搞震咧？又其實又唔可以完全講話美國嘅，咁因為其實譬如奧巴馬政府今次就比較少講嘢嘅，就住呢一件事件，可能因為作為一個大體上一個美國去自己想負責任嘅一個國家嘅外交政策，相對於之前佢嘅前任喬治布殊就話即係恨不得卡斯特羅早啲死嘅，曾經喺公開嘅場合講過就話，喂，點解佢仲喺呢個世界上存在咧？喺個國際政治舞台。而今次我諗即係北韓或者伊朗嘅事件啦，去嘗試去挑動到即係呢兩個所謂邪惡軸心國啦，喬治布殊口中嘅邪惡軸心國嘅嗰個情緒。咁但係話真係拉攏佢，或者希望即係古巴同北韓啊、伊朗啊進一步即係加強嘅關係，我覺得又唔係嘅。因為你跟住見到佢嗰個政治上嘅舉措，就算政治犯嗰一樣啦，其實你睇到佢未必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動作咯。嗱，另外咧，美國就宣布咧就話用50萬美元咧嚟到去資助被古巴釋放嘅政治犯，咁係10年以嚟咧最大規模嘅一次。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又其實之前就98年嘅時候啦，前一任嘅教宗啦，約翰保祿二世就即係呢一個訪問古巴嘅時候咧，曾經都有好大量嘅政治犯係釋放嘅。咁當時因為就古巴政府就想即係作為一個示好啦，向教廷，因為59年嘅古巴革命之後咧，一路同當地嘅天主教教會嘅關係都係比較若即若離，可以話。雖然古巴好多嘅天主教徒，咁所以今次其實係幾特殊嘅，有59個嘅政治犯，差唔多係全個古巴1/3嘅政治犯係釋放咗去到西班牙。咁我估量咧就係話古巴希望就住佢哋最近比較差嘅國際嘅一個聲望啊，以至金融危機之後對於佢哋經濟嘅一啲嘅影響，透過釋放政治犯向世界就示好，打出一個友善嘅牌咯。好啊，咁今集咧唔該晒崔偉恒嘅詳細分析，我哋下一集再見。
係廣島原爆65週年，美國第一次派代表出席紀念儀式。呢一節咧就請嚟咗崔偉恒啦，同我哋分析一下噶。嗱，Danny 你好啊。你好。嗱，今年嘅廣島原爆活動咧，除咗聯合國秘書長第一次出席之外啊，擁有核武嘅大國美國、法國同埋英國都有出席到啊。究竟有啲咩象徵意義喺背後啊？我諗嘅象徵意義就在於就話美國希望咧透過呢一次一個比較高調嘅行動啦，65年嚟嘅第一次啦，係話俾伊朗聽就話無核化係佢哋一個基本嘅國策，會採取任何一個選項。咁喺邊度講到呢？其實前嗰幾日嘅華盛頓郵報咧已經講到咗，美國政府係會考慮任何一個方案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包括軍事行動啦，或者轟炸呢一個伊朗喺德黑蘭附近嘅核設施。咁今次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啦，美國、法國同英國代表就係希望帶出呢一個咁樣嘅一個訊息，俾德黑蘭嘅當局啦，有一個好嚴重嘅一個訊息俾佢哋啦嚇。睇翻咧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亦都就係話，奧巴馬咧派美國駐日大使去到紀念活動咧，即係推動全球無核化啦。嗱，不過就係咪真係有意思去確認原爆歷史？你自己係點樣睇啦？我諗第一點要分析嘅就係奧巴馬自己舊年攞諾貝爾和平獎啦，呢一個咧有好多人認為係過譽嚟嘅，啱啱先即係當選總統，咁快就攞諾貝爾和平獎，有啲人認為咧係佢冇一個相等嘅一啲成就出眾於一個世界和平。咁而今年4月咧，佢同俄羅斯簽署咗呢個削減戰略武器嘅條約啦。個總體嘅嗰個目標，最後嘅目標就係話美俄雙方係會減少30%嘅核武器。咁如果呢兩個咁嘅元素，呢個咁樣兩個脈絡去睇翻，扣連翻就話睇到美國係希望咧無核化呢個政策繼續行落去嘅。咁睇下其實咧嗱，兩個國家嘅民眾咧對於呢一段嘅原爆歷史，其實都有一個唔同嘅理解。嗱，美國國內咧對於派駐日大使出席今次嘅儀式咧，就已經有一啲反對聲音出咗嚟啦。嗱，美國今次嗰個舉措咧，其實實際係咪真係可以修補到美日個關係，同埋日本人又點樣睇啦？我諗確實就係美日關係有受到一啲嘅衝擊，尤其受住呢個沖繩普天間空軍基地嗰個關閉嘅事件咧，係令到國內嘅民眾、日本國內嘅民眾相當之不滿，覺得就話東京嘅政府咧係咪受到美國嘅背後嘅嗰個陰謀論啦，覺得就係都係要受到華盛頓嘅控制。咁當然最後亦都令到即係一位嘅首相係要下台。咁所以其實睇到今次奧巴馬係唔係想藉此修補呢？對，亦都可以話錯。點解呢？因為其實個駐日嘅大使咧早走咗1個鐘頭嘅。係。咁早走1個鐘頭，其實對於日本人嚟講，覺得就話：喂，你係咪即係冇乜禮貌？對於東方人嚟講，可能唔係好俾面咯。咁另一方面就話。美國國內鷹派人士、右翼嘅人士亦都質疑就話：喂，我哋係咪太過有禮貌？或者就住呢次事件，我哋明明係啱嘅，點解我哋仲要去即係出席呢個原爆紀念活動呢？咁進一步嘅分析就話根本呢一個道歉一定冇可能㗎啦。美國向日本道歉，完全係即係難以想像嘅。美國國內亦都唔會咁做，反而係對呢一個伊朗嘅一個意義大於一切咯。咁至於美日係咪因為呢件事而能夠修補到呢？我覺得都係即係斷次計嘅。其實美日關係，你見到日本嘅就算係自民黨政府又好，民主黨政府又好，成日咁短嘅一個任期咧，佢同美國之間嗰個交流咧，你見到係官僚之間多過係政治家之間。因為可能一個日本首相上咗台之後咧，過咗幾個月佢就下台，佢同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咧唔能夠建立一個長久嘅一個合作嘅關係。佢哋嗰啲嘅首相好多都係好短命嘅。嗱，講翻啦，今次中國同埋印度咧，相反就冇派人去到呢一個儀式啊。你又覺得呢個事件又有啲咩意義喺度啦？我諗中國以前就去嘅，根據外電嘅報導，咁美國同聯合國、英國同法國就第一次去嘅。咁中國大陸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考慮？因為美國去咗，我哋唔去啦。又或者因為呢一個歷史嘅原因，因為抗日嘅歷史原因引致就話，即係中國嘅政府認為民眾對於中國去咧係有啲嘅保留。咁呢個亦都唔奇。而家始終兩個政府，東京同北京之間對於中日嘅關係都希望有好地發展落去。咁可能有啲時候有一啲嘅舉措，佢哋會有一啲嘅反應，但係大家已經當係一個劇本嚟做。可能你有人去呢一個
參拜靖國神社，當然對於民主黨嚟講機會不大咧。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如果你去靖國神社或者東海油田搞事，我咪即係做啲抗議，或者有啲軍艦喺東海演習咯。但係否則嘅話，其實中日短期之內我睇唔到會有咩大嘅舉措。咁所以預期咧，日本有新首相上場之後咧，其實中日嘅關係即係短期之內咧都唔會有啲咩大嘅改變啊。咁唔該晒崔偉恒咧，有關於今次事件嘅分析。國際評論嘅時間都嚟到呢一度啦，拜拜。